2018年4月6日下午，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著名王派花旦王志平与陆派小生黄慧一起走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戏曲讲坛，为医学院师生及远道而来的戏迷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越剧讲座。表演艺术家王志平老师和黄慧老师。整场讲座历时2个小时，全程无冷场，处处有高潮。然后他们每次练唱的，但是台上不能这样唱，对吧？但是当我们唱习惯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音区在哪里，我们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发出来是好听的。从介绍越剧各生旦流派开始，2位艺术家现场演示，直入主题，开口便唱，引燃师生热情。那么如果说你换种那个口型的话，唱出来可能它这个喷腔，它的咬字就不那么扎实了。不，风流水，比鸟归家乡下，用我弥漫做山呀。花金和挖花，花金。这一段唱大家知道，哭祖庙这一段唱是多少悲怆的、悲痛的一段唱，所以我们肯定心里是很悲痛。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一句声音要爆发出来，福田同好，噔噔滴滴噔，金祖庙。当中不但要把我们声音放出来，还要注意气息。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上京北，鸟笼随风成能睡，金鸡耍金尖尾。此番杭州救命事，九妹一心相同来。我以为暖儿姑须尽世道，女儿当所也应该，只怪我一地太固执，终于留下小九妹。傅老师的中音区确实是非常的浑厚柔美。我比较高，比较尖，那尹派的声音比较沉，比较低，而且比较宽厚。那我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东望悄悄，我唱到后来没有声音了，千万不能。虽然说听老师的唱好像都比较低沉，但是我们听的是尹老师后期的唱是这样的。其实尹老师早期的唱不是这样的，就像赵志刚，就像君安，就像毛维涛老师以前早期的唱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我来稍微演示几句啊，给点掌声吧。不好意思，是给点掌声的时间，让我吸一口气。这个徐派的尹派的位置，其实还是要用到我们的脑腔共鸣的啊。东望悄悄近雨，我们要用气息来掌控我们的声音的轻重。良药苦口利于病，中年女儿利于
是这种唱，你看他小腔啊，唱几句范派。山柏林中，母亲的为应得心，送心上面一为我本真心托命运，谁知命运早归去。老的四宫调的基础上，它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也就是把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化了哈。加吧。好，我们讲到抑扬顿挫，不演了。为妻，待会儿继续啊，让你过把瘾。你唱的这么好，我投入了。为妻苦逼是冤命啊！那这个就是京派很有特点的一个韵腔，大家来学一下。冤命啊！谁来哼一句唱给我听听看？一起唱，预备起。冤命啊！那如果不是这个顿腔的话，我们可能会唱起来比较平。冤命啊！这也是一种唱法，对吧？但是因为京派它独特的一种那个嗓音和它的咬字的一种方法，成就了京派的特有的一种韵腔的模式。那么大家以后听的时候，哎，想想今天王老师讲的哦，京派原来在这些方面是有对比的哈。那么比如说像官人啊，这个教头，你也可以唱得很普通啊。那么比如说我刚才唱了官人，大家给了一点掌声，对吧？觉得很嗲。那么如果我换一种唱法呢，你可能觉得就一般般，对吧？哎，下课啦！啊，官人啊！我不会理他的，他就不睬我了，对吧？那我再叫一下啊！官人。动情了，这就是声情并茂啊！情感，对对对。学校越剧队队员抓住机会登台表演越剧联唱，两位艺术家认真细听，首先肯定了越剧队艺术水平之高，又将每个人的问题一一记录，仔细点评，反复纠正，毫不马虎。衣裳单词，为吾有所悟，为吾不是为吾你，哎对，为吾啊，反正这张纸我待会交给你。出十是说每个咬字你说很错吧，也不会太错。
因为我们都是用了官话来规范，但是我们就是近几年吧，我们粤剧院特别注重咬字的规范，尤其是尖团音啊。好，就是一般上单数7、9、11啊。真龙上来的时候是从下面到上面，那么大家有没有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的眼睛是看着他的脚下，官人请上楼，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站在上面，他在下面，我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平视的，对不对？接着，教授与官郎现场为学校越剧队的成员们演示身段，带领大家一起参与互动体验。谁要理你啊？对，我们要把钱袋带进去啊，这个是不要顺手顺脚啊！你看，都在原地，你不要过来，你过了，你这样的不行，你得。介绍戏曲演唱实用技巧，两人配合默契，演说甚为机智，并不时爆出亮点，互相逗趣，燃动全场热力。你看看我这里，我们这一步就动了。自己看看有没有在动，可能你刚刚跑上来的时候，只有都动不起来了。好，也要坚持练。那么，然后在这个以后呢，继续你们的练唱，把声音出来。就是这个一步啊！哎，别说别笑。对啊，我们讲课到现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把这个就是这样方法传授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就是刚才说到丹田，我接下来也是稍微来加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啊。志平这个是花旦比较秀气，我们男生哈，我说我们男生，其实我是女人对吧？我们插老生插小生的是我们是这样的，练丹田。假如这个丹田，你假如不用丹田气的话，你这个声音绝对是发不出来的。笑，为什么说笑一笑？年轻10年对吧？笑3笑，笑一笑10年少，对对对。对呀，你这样不用丹田也不行啊，对吧？讲座的最后环节，两位艺术家与学校越剧队优秀演员合作演唱经典曲目，给同学们留下美好回忆。作为久负盛名的戏曲码头之一，武汉曾经有过越剧专业剧团武汉市越剧团，它的前身是1951年先后到武汉演出的上海联谊和东升越剧团。一个甲子播下的种子，在这片戏曲热土不断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培养了一代代的青年观众。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们的到来，亲切的互动与交流，必将成为一段段美好的回忆，为普及戏曲艺术进校园添砖加瓦。我们早在前几年就知道，同济医学院有一个越剧队，这里的学员们都非常的敬业，他们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常常抽出时间，来学习我们民族文化。他们有些真的是唱得非常的专业。我们越剧在鼎盛时期，可以说每一个县、每一个区都有一个越剧团。远到新疆都有越剧团。那么当时越剧在全国各地扎下了根。那么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戏校刚刚毕业，89年、90年这样的时候到武汉来演出。那个时候我们带了几台大戏和1台折子戏。
那么那个时候就感受到武汉的观众特别热情，特别懂戏。前年我们也来演出了《甄嬛》，今年又邀请我们来这边演盘夫索夫。那么在演出盘夫索夫的间隙呢，我们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邀请，来给大学生们做一场粤剧的讲座。今天呢，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这边的大学生，他们演唱的粤剧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做的字正腔圆，流派纷呈。电影《莫愁女》的女主角，莫愁女的扮演者林婷婷老师，林老师呢在武汉待了好多年，她在这边为当地的粤剧爱好者付出了很多，所以他们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林老师这样一波老师们的关心和照顾。然后今天我们只是尽一点我们粤剧人的一份责任，来跟他们来做一次讲座和面对面的交流。阿拉团呢，实际上老早也是来了上海的啦。上海这个几个老师们都是伊拉过来的。真正成立起来呢，是到初地的50年搿能成立起来了。成立起来嘛，一直是团里向几个老师嘛，有小香菱了、小玲珑了、金芽楼了、玉梅丹了、金家四姐妹嘛，全部侪辣搿搭个。所以因为伊拉来了搿搭嘛，对应的粤剧搿方面啦，带动了武汉交关个粤剧迷嘛。所以武汉现在是讲是戏剧里向来讲呢，票友里向是最多了。团队是有的，好像有10几个团队，每个老年大学都有粤剧班。所以讲呢，武汉呢是粤剧票友是最深的很多的，他们都是演出啊，自己演出啊什么的都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剧团的现在这一波师姐妹们嘛，基本上都在教学，每个老年大学都有我们团里的这些师姐妹在那儿教学。所以呢，特别喜爱粤剧嘛，因为是改革开放嘛，我们剧团就转向了以后呢。所以说我们这一波呢，基本上还是在从事这一方面的教学，搞这个演出啊，什么东西。所以每次，只要粤剧团来了吧，武汉的就像过年一样，就非常开心。所以说呢，湖南的也都赶过来，湖南的我那些学生也都赶过来了，所以都看演出，他们来回的路费呀、什么东西的，长沙的都有过来，他们来了以后还住宿了，什么东西都这个。所以说非常喜爱，也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多到武汉来，多带一些好的戏。他们就像过年嘛，来了以后就非常兴奋，好多年好长时间了。包括我本身是搞这一行的，我都一直都被他们都兴奋中间嘛，最近都一直在忙这些事情。也希望在你们的那个精彩的表演下吧，粤剧在全国各地的更上一层楼，普遍开花，能够更好的传承中国文化那个艺术吧。